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靈異集，我係姐夫。開場勾子，2009年清明節，吉隆坡招賴一個華人移山，發生咗一宗震驚全馬嘅命案。當日有人去拜山，竟然喺一個廢棄咗嘅舊墓穴隔籬，發現有新翻嚟嘅痕跡。警方掘開之後，發現一具女屍，死者雙手被反綁，口部塞滿香燭紙錢。最離奇嘅係，佢身上擺滿咗清明節嘅供品。燒雞、白飯、生果，仲有成碟冥紙。兇手點解要咁樣處理屍體？呢個清明節到底發生咗咩嘢事？案件背景：事發地點係招賴其中一個最古老嘅華人移山，呢度已經有差唔多80年歷史，好多舊墓碑都已經荒廢，雜草叢生，平時好少人會行入去。但係清明節期間，始終會有啲老一輩嘅人返來拜祭祖先。死者叫做阿芳，32歲，係一名按摩院員工，生前住喺招賴附近嘅祖屋。根據佢屋企人講，阿芳性格溫和，平時唔會同人有咩衝突，喺按摩院做工都幾年，同事關係都幾好。但係佢有一個習慣，就係中意獨自一個人四圍走，有時放工之後會自己搭巴士去唔同嘅地方散心。案發前3日，即係清明節前2日，阿芳同屋企人講話有個舊同事約佢去飲茶傾下舊事，之後佢就出門口，當晚冇返屋企。屋企人最初都冇太擔心，因為阿芳間唔中都會去朋友屋企過夜。但係第2日，即係清明節當日早上，都仍然聯絡唔到佢，電話關機。屋企人開始覺得唔妥，去咗報警。點知報警唔夠幾個鐘，就收到警方通知，話喺義山發現一具女屍，要佢哋去認屍。案件經過，發現屍體嘅人叫阿明，60幾歲。佢當日一早去拜祭阿爸阿媽。阿明嘅父母葬喺義山比較入邊嘅位置，要行一段山路先去到。當佢行到半路嘅時候，突然聞到一陣好重嘅香燭味，仲夾雜住腐臭味。阿明覺得奇怪，因為呢區啲墓大部分都荒廢咗，好少人會專登行入嚟呢度拜山。佢循住氣味行過去，發現有一個舊墓穴隔籬嘅空地有明顯嘅新翻嚟痕跡，而且泥土上面仲插住幾支香，燒到一半，旁邊擺咗生果同燒雞。阿明心諗，可能係有人尋晚嚟拜山，忘記收拾供品。但係當佢行近啲睇，就發現泥土下面好似有啲嘢。佢見到有一隻手嘅指尖露咗出嚟。阿明即刻報警。警方到場之後，小心翼翼咁掘開泥土，發現一具女屍埋喺大約半米深嘅位置。法醫初步檢驗，死者死咗大約2日，死因係頸部被勒至窒息。最詭異嘅係，死者嘅雙手被尼龍繩反綁，口部塞滿咗冥紙同香燭碎屑，身上擺滿咗清明節嘅供品，燒雞、白飯、生果，仲有成碟冥紙壓喺胸口。現場仲有一個細節令警方好震驚，喺屍體周圍嘅泥土入邊埋咗4支點燃過嘅紅色蠟燭，排成正方形。死者就係俾人放喺呢個陣嘅中間，而且喺死者嘅額頭，有人用紅色顏料畫咗一個似符咒嘅圖案。警方即刻將呢單案列為謀殺案，並且成立專案小組調查。根據法醫報告，死者生前曾經被人迷暈，因為佢體內驗出高濃度嘅安眠藥成分，之後先至被人勒頸致死。而且死者嘅頸部有明顯嘅勒痕，兇器應該係一條細嘅尼龍繩。警方調查死者嘅社交圈，發現阿芳平時生活圈子好簡單，除咗返工就係返屋企，冇咩特別嘅朋友。但係佢按摩院嘅同事講，案發前幾日，阿芳曾經同一個男客人傾咗好耐，之後仲交換咗電話號碼。警方鎖定呢個男客人，發現佢叫做阿強，41歲，職業係裝修工人。阿強嘅背景好複雜，佢曾經因為傷人罪坐過監，出獄之後一直做散工為生。更加關鍵嘅係，警方發現阿強嘅手機通訊記錄，案發前1日，佢同阿芳通過2次電話，而且佢手機嘅定位記錄顯示，案發當晚佢曾經去過招賴義山附近。警方即刻拘捕阿強。初時阿強否認同案件有關，但係當警方搜查佢嘅住所，發現咗關鍵證據，一條沾有血跡嘅尼龍繩同埋一包紅色顏料。經過 DNA 檢驗，
尼龍繩上面嘅血跡同死者吻合，面對證據，阿強終於招認。佢話佢係透過按摩院認識阿芳，之後佢約阿芳出嚟，話可以介紹一份更高人工嘅工作俾佢。阿芳信咗佢，案發當晚就同佢見面。阿強帶阿芳去咗一間茶餐室，喺奶茶入邊落咗安眠藥。阿芳飲咗之後，好快就頭暈。阿強就扶佢上自己部車，之後載佢去咗招賴二山。當阿芳喺車上昏迷嘅時候，阿強用尼龍繩勒死咗佢，之後將屍體搬落車，埋喺預先挖好嘅坑入邊。但係點解阿強要擺咁多供品，仲要用紅色蠟燭同符咒？警方追問之下，阿強講出一個更加離奇嘅動機。原來阿強信邪教，佢認識咗一個自稱大師嘅人，對方同佢講，如果想發達，就要喺清明節當晚用一個生人做陪葬品祭俾某個冤魂，咁樣就可以得到保佑。大師仲話呢個生人一定要係女性，年紀要喺30歲左右，而且要係自願跟佢去墓地。雖然最後會俾人迷暈，但係最初嘅自願好重要，因為咁樣先至唔會有怨氣。阿強為咗發達，竟然真係去揾目標。佢選中咗阿芳，因為阿芳性格溫和，容易信任，而且佢約阿芳去傾工。阿芳的確係自願跟佢去。至於現場嘅佈置，4支紅蠟燭、符咒、供品，全部都係根據大師嘅指示。阿強話大師同佢講，咁樣擺先至有效，可以令冤魂收到祭品，之後就會保佑佢發達。警方追查所謂嘅大師，最後發現係一個喺網上行騙嘅神棍，專門揾啲迷信嘅人落手。呢個神棍俾警方拘捕之後，竟然話自己只係吹水，冇諗過阿強會真係去殺人。最終阿強被控謀殺罪，法庭判佢終身監禁。而嗰個神棍都因為教唆犯罪，被判入獄10年。姐夫分析，呢單案最令人心寒嘅唔係兇手有幾殘忍，而係佢殺人嘅動機。為咗發達，為咗所謂嘅保佑，就可以隨便攞走一條人命。我哋生活喺一個資訊發達嘅年代，但係迷信同邪教依然有市場。好多人因為生活壓力大，渴望揾到捷徑去改變命運，結果就被啲神棍利用，做出好多荒謬嘅事。阿芳其實冇做錯任何嘢，佢只係想揾份好啲嘅工，信咗一個表面友善嘅人，最後就喺清明節呢個本來係紀念祖先嘅日子，被人當成祭品咁樣處理。呢單案仲有一個細節好值得留意，就係阿強選擇喺清明節犯案，而且係喺墓地。清明節本來係一個慎終追遠、寄託哀思嘅日子，但係喺佢眼中，呢個神聖嘅傳統節日竟然變成咗佢作法嘅最佳時機。所以我哋真係要小心，唔好輕易相信啲所謂嘅大師或者神人，更加唔好為咗發達就去做啲違背良心嘅事。因果報應唔係唔報，只係時辰未到。結尾互動，如果你哋聽完呢個故事有咩嘢諗法，記得留言同我分享。另外，如果你哋身邊有啲迷信嘅朋友，都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，提醒佢哋千祈唔好為咗發達而去信邪教。記得訂閱靈異集，下次再同你哋講更多馬來西亞嘅奇案。我係姐夫，我哋